虽是安尼，我也有通我靠肉体。若别人掠做有通我靠肉体，我就搁较有。我第8字受割礼，是以色列族的人，便雅悯的支派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照律法就是法利赛人，照热心就是捆着教会，照伫律法的义就是无芳通嫌。若是平素做我的利益的，我为着基督已经看伊做损害。毋若安尼，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害，因为我掠捌我的主耶稣基督做第一好。我为着伊捌损失一切，也看做粪扫，爱得到耶稣基督，来长长踮伫伊。毋是有家己的义取得律法的，是有对信基督的义。上帝为着神所授予的，互我捌伊甲伊国外的权能，以及有份伊的受苦，来学伊的死。看话得通到伫迄个对死人中的国外，毋是讲我已经得到，也是已经完全，独独走进前，看话通得到基督耶稣的，所以得到我的。兄弟仔，我无掠家己做已经得到，独独全部一项，就是袂记伫后面的事，注意头前的事，所插的标来走，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手。请陈牧师讲道，题目是所插的标来走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毋知影咱每一摆在吟诗的时，咱会敢是喙唱心和？意思就是讲，你喙在唱的，敢真正是你的心真正在阿门的？譬如讲，有一首咱真熟的诗歌，叫做《真正好》。咱喙在唱，我拜1、拜2、拜3、拜4、拜5、拜6，规个礼拜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。但是咱敢真正将耶稣当作是遐尔好？每工拢好，还是只有礼拜早起好就好啊？其他的时间，耶稣歹势，我阁有较重要的代志爱处理。如果咱唱，但是咱活袂出安尼的性命，这减毋是一种欺骗吗？因为信仰上重要就是诚实。咱若无法度诚实面对上帝，无法度诚实面对家己的想法，这个信仰对咱来讲就无任何意义。所以，大先请咱家己来想看卖，什么是你的第一好？大部分的人第一的反应就是有钱上好，嘛有可能有人会讲健康上好，有人会认为亲情、爱情上重要。但是，咱敢有发觉，其实伫人生每一个阶段，咱认定、咱看重的第一好，拢会改变。你若问一个学生，健康甲学业倒一个较重要？伊一定认为讲考调伊上爱迄个学上重要。但是你若问长辈，伊会认为健康比任何的代志搁较要紧。你若问一个上班族，敢会当加薪？即个职位敢会当有发展性？这才是因关心的代志。所以，伫人生每一个阶段，咱四界走从迄个第一好，但是走来走去，到尾敢会是一场迷茫咧？就亲像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国王所罗门，伊迄当时的国家非常的强盛，甚至比伊的老爸大卫的时代搁较伟大，所以连国外的君王嘛拢来伊进贡。另外，伫所罗门的手，上帝圣殿起起来啊！伊家己所大的宫殿嘛起起来啊！哇，看起来世界上所有的第一好，伊拢已经得到啊！但是咱若看所罗门传道书，伊一开始是安怎讲？空虚的空虚，空虚的空虚，凡事拢是空虚。一个什么拢有的国王，伊竟然伊会感觉是空虚。所以可能咱嘛有安尼一个感觉，有当时啊，咱完成一件非常困难的代志，内心非常有成就感，众人嘛抱啊声不断。但是伫即个抱啊声了后，你突然间会感觉讲，什么拢无啊？
有当时啊，咱得到咱期待久久，足想要爱的物件，但是当咱真正摕伫手里，较感觉讲，伊敢若无遐尔有价值啊。这就是空虚。咱的内心拢有一个需要，互填满的一个空，但是这个空毋是物质会当来填满的，嘛无人会当替咱填满。所以虽然真侪人会追求更较侪的快乐，努力趁迄个更较侪的钱，交更较侪的朋友，想要填满这个空，但是伫半暝啊困袂起，醒过来的时，心内会感觉迄个空是哪来哪大。这若有一项物件是无分年龄、性别、经历，会当有所有的人来得到了后，会感觉满足的，哇！安尼毋知有偌好咧。所以今仔日咱做伙来敲做迄个秘诀，就是咱透过保罗来学习。今仔日这段经文会当讲是保罗的信用告别。保罗伊是人生的胜利组。伫血统上，伊是纯正的以色列人。伊出世第8天就受割礼。伫身份顶面，伊师出名门，是一个有学问、有地位的法利赛人。所以咱看见，为着要维护伊的传统，伊四界去掠基督徒，并且因为伊的父母有罗马公民的身份，所以伊生落来就是罗马的公民。罗马公民伫当时非常困难处理，可能要用真侪钱才会当买着。但是保罗生落来就是罗马的公民。咱看见一个有遐尔好条件、受人尊敬的人，竟然会当伫认捌耶稣基督了后，伊讲我将这个物件来当作是粪扫。为什么？伫认捌耶稣了后，伊的优先顺序已经重新来排列啦。伊已经找到第一好是什么？当然，其他的代志伊无认为看做是重要的。但是顶礼拜咱有讲过，耶稣毋是爱咱过散车的生活，才表示是爱伊。信仰嘛，毋是讲咱来秘伫磅空来修行，才是敬虔。所以当保罗得到这个第一好的时，伊无走去旷野伫遐修炼，伊用上帝赏赐予伊的智慧，世界为主来得着人，世界为主去起造教会、建立教会。所以咱的确爱知影保罗是得到什么款的秘诀，才会当讲出讲，平素做我有利益的，我为着基督已经看伊做损害。这个秘诀在伫第9节到11节。来长点伫伊，毋是有家己的义出伫律法的，就是有对信基督的义。上帝为着信所赏赐的，互我捌伊，甲伊国外的关联，以及有份伊的受苦来学伊的死，看为通得着迄个对死人中的国外。保罗讲，伫伊接受耶稣的恩典了后，伊就知影伊过去的学问无法度拯救伊啊。伊所熟读的律法也无法度帮助伊啊，唯一会当拯救伊的，就是耶稣基督国外的关联。一个神愿意替人来死，这种方式是超越人的想象甲理解。嘛，因为安尼，耶稣基督国外的关联，也伫世界来造成超越人想象甲计算的影响力。人用什么来计算呢？就是用人看会见、认为有价值的物件来计算。亲像伫耶稣得要互人卖的时，玛利亚用香膏去抹耶稣的骹，耶稣的学生犹大就伫遐抗议讲：这个钱摕来真济送向人，毋是真好。看起来确实是安尼，这个钱会当真济送向人，但是性命。生命不是公式，也不是方程式，嘛毋是亲像投资需要有合理的回报。玛利亚会安尼做，有可能是感谢耶稣救活伊的小弟列撒罗，嘛有可能是玛利亚已经预感耶稣要死啊。但是无论什么款的原因，当玛利亚感受到这个拯救的气力、拯救的恩典临到伊的时，伊尽伊所会当做的来回报耶稣的恩典。
伫即个猎杀，伫即个玛利亚抹耶稣的即个香膏的安尼代志几年了后，有一个人嘛伫接受救恩了后，做出人无法度理解的一个改变。保罗原本掠家己的传统最骄傲的人，伊伫大马色甲耶稣相拄了后，伊将伊家己完全献互主耶稣来使用。这一人的计算看起来真无彩，一个哈尔有才的青年，竟然放弃尊贵的宗教领袖的地位，四界流浪，最后甚至互关伫监狱。但是，当保罗伊感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伊决定伊要献上伊的一生来互耶稣基督来使用来回报。伫保罗了后的2000年，有一个人称伊是非洲之父的史怀哲，嘛做出人无法度理解、无法度计算的决定。史怀哲伊有4个博士学位：医学博士、音乐博士、神学博士、哲学博士。伊嘛非常会晓弹管风琴，是研究巴哈的权威。但是上帝呼召伊去非洲，迄当时的非洲还未开发，人称非洲是黑暗大陆。但是上帝呼召伊，伊只有去，为什么呢？伊读着圣经讲。耶稣讲：老人爱对我，就着看无家己，抓伊的十字架来对我。因为既然爱伊的性命的，要失落伊；既然为着我甲福音来失落伊的性命的，要救伊。人若得着全世界，来丧失伊的性命，有啥物利益？因为人要出啥物来兑换家己的性命？当伊看到安尼呼召，虽然伊的朋友甲伊讲：你莫去非洲啦，你留伫遮。会当祝福搁较侪人，毋通哈尔浪费。但是有4个博士的史怀哲，伊为着即个非洲来奉献伊的性命，伊最后是死伫非洲。伫20世纪嘛有安尼一个人，就是中国非常重要的振兴报道家宋尚杰。伊去到美国读册，摕着化学、物理、神学有4个博士的学位。伊准备要转来中国去宏图大展，有真好前途的时，伊伫船仔顶开始伫思考伊的人生。伫迄当时有2种声音伫遐相扭，一个声音甲伊讲：将你献互我吧；另外一个声音甲伊讲：你就照你爸爸的期待，毋通做牧师，爱去趁大钱。伊的爸爸是牧师哦。伊伫遐相扭，但是伊不断伫遐祈祷。最后，伊伫上帝面前做一个祈祷，伊将伊4张的博士的文凭全部立掉，献入大海。伊讲：我伫上帝面前决定，我愿意跟地主，我愿意一生服侍主。所以，伊嘛捌伫1936年的时，受到长老教会邀请来到台湾，伫遐来报道。所以迄当时嘛，真侪基督徒的性命受到激励。因就家己基督徒家己组即个报道团，世界去遐传福音。无论是玛利亚，无论是保罗、史怀哲、宋尚杰，咱看去，遮个人，互上帝使用的遮个人，因原本的性命拢真好，甚至嘛算是非常的成功。但是因为认捌耶稣做因性命第一好，因的人生开始转变。过去一寡因认为重要的代志，因为耶稣拢已经无够重要啊！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认为讲遮拢是一寡伟人，离咱足遥远的，安尼咱来看耶稣的披露。耶稣的披露是非常好理解，并且咱会当伫咱每一个人的生活中间去找到会当实践的所在。耶稣讲啥？天国亲像宝贝藏伫园里。人拄着就藏目伊，因为欢喜才去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迄区园。搁天国亲像生理人找好的珠，拄着一粒不值值钱的，就去卖一切所有的来买伊。上帝国就亲像迄个宝贝，迄粒珍珠，
价值连城。当人发觉，就会放弃其他的拼命来得到这个宝贝。兄弟姊妹，当咱得到上好的、第二好的，就袂阁去隐懒。上帝国是啥？上帝国伫倒？耶稣来就是上帝国的开始。当咱掠着耶稣，就是掠着迄个珍珠，掠着迄个宝贝。但是当咱掠着耶稣，就要将咱手头底原本掠着的物件来放落来，你的手才会当有空间，会当去掠着主。所以有的人会真惊吓呢，安尼毋是讲我啥物拢无啊吗？但是耶稣嘛有讲过，独独恁着求上帝国，就这个面要煞互恁。掠着耶稣，咱人生其他第二、第三好，咱就会当慢慢来成就。因为上帝疼咱，伊当然愿意将所有的好物拢赏赐互咱。第二，虽然咱真软弱，咱吟诗的时咱足爱主的，但是咱拄着其他咱爱的物件时，就袂记得头拄仔讲啊，耶稣你是我第一好。咱嘛毋通失志，毋通离开，因为咱还要伫教会继续学习。上惊就是一寡，因毋愿意放落家己手头所掠的物件。但是，佫认为信用一点仔拢无路用，看起来因敢若真聪明、真有自信，但是实际上因已经失去得到迄个宝贝机会。因为连保罗伊家己嘛讲，毋是讲我已经得到，也是已经完全，独独走进前，看会通得到基督耶稣的，所以得到我的。这个得到。是指传福音的事工，保罗已经做真济啊，但是伊感觉还佫无够野，所以虽然伊即时互关伫监狱，但是伊还在想讲要安怎将福音来讲传。伫这完全是讲信仰的程度，保罗认为伊追求信仰的程度还袂够完全，还佫需要努力。所以咱看见连保罗遐尔啊谦卑看待家己信仰的人。伊拢认为家己无完全啊，咱中间敢有人有资格会当讲我已经是完全啊？当然，咱毋敢讲我家己已经是完全啊。但是有可能伫咱的内心，咱看袂起别人伊的信仰，咱内心认为别人无亲像我遐尔敬虔。所以对保罗的经验，咱会当看见，当一个人领受耶稣基督的权能，伊不但会有改变。并且伊嘛会愿意走进前，不断地敲吹。这个走进前，毋是讲咱互逼去参加查经班、参加小组。这个走进前是咱出自咱家己的渴慕，咱愿意伫信仰顶面有哪来哪侪追求。伊咱会发觉，信仰甲其他的学问是无共款的。伫其他的学问，拢有一个上悬的资格，也是认证。譬如讲，有人伫世界上伊的物理非常非常厉害，伊就会当得到诺贝尔物理奖。有的人参加检定考试，伊若合伫迄个标准，会当摕到迄个证书。但是咱敢有看过人捌上帝上头第一名？咱敢有看过圣经理解第一名即种奖咧？无。因为当咱认捌上帝哪侪，就会看出家己的无限甲无够野。咱嘛会哪知影，若无圣神的帮助，咱是无可能会当认捌耶稣基督是救主。所以咱看见真侪真厉害的人，因拢是基督徒，因拢信上帝，因拢有敬虔的信仰。亲像一个科学家叫做巴斯德，伊是法国的化学家、微生物学家，伊伫科学上非常的有成就，伊发明疫苗，所以伊互称作是进入科学王国最完美无缺的人，微生物学之父。哇，哈尼亚厉害一个科学家，但是伊相信科学毋是将人甲上帝扭哪来哪远，反正科学是将上帝甲人扭哪来哪外。
伊讲对大自然哪有研究，就哪感受到上帝迄个奇妙的工作。伊嘛讲，如果咱承认上帝的存在，即种信心就比一切宗教的信仰更较奇妙。如果咱有安尼信心，咱有安尼悟性，就不得不对上帝下跪来敬拜。所以，伊是一面伫实验室底下工作，一面伫遐祈祷的人。这相信上帝科学家，因伫认捌上帝了后，伫因的研究中间看出人类的有限，所以因谦卑祈求上帝的帮助。兄弟姊妹，咱拢无亲像这个人遐尔聪明呢，所以咱更较需要谦卑，恳求上帝，互咱有动力。会晓去超找真理，互咱的信仰会当哪来哪完全。信仰毋是受洗礼就停止哦，信仰毋是咱逐礼拜来参加做礼拜就停止啊就好啊。因为咱若无成长，真容易活转去过去一寡错误的理解。亲像有真侪基督徒嘛有迷信的行为，为什么？因为过去不断地影响因。这就是一种捆绑，互咱的性命无法度来得到真正的自由。咱看见国外大官人，互咱，互真侪人有改变，互咱去做出一寡决定。这决定虽然人无法度理解，但是上帝理解，因为咱是往上帝目标在走，毋是对世界价值观在走。所以，虽然保罗互改变了后，互上帝、互耶稣基督改变了后，咱看见伊的经历、伊的结局，甲原本伊应该有的完全无共款，会当讲是跌破所有的人的目镜。但是伊伫遐，伊关伫监狱，伊无否定家己，伊无后悔，因为伊知影一项事，独独专务一项，就是袂记你后面的事。第一头前的事，往所查标来走，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想。保罗常常会用运动员伫运动场的表现来形容基督徒嘛，应该往这个目标，往耶稣基督这个目标来跑走，并且咱毋是陪别人在走哦，咱每一个人拢伫往这个目标在走。亲像伊伫哥林多前书第9章24节有讲，囝毋知伫场斗走的，逐个拢走。若是得到保险的，只有一个，恁着安尼走，才通得到。但是保罗的走，毋是凊彩乱走，保罗的走是有阶段、是有方法的。第一，就是咱来袂记你后面的事。人拢是有记忆的，要放弃过去的成功，非常的困难。但是要将过去的失败嘛放袂记哩，嘛是非常的困难的代志。所以魔鬼真爱用这物件来阻挡咱甲上帝的关系。譬如讲过去成功的经验，我过去是安怎，互咱高估家己，袂记哩上帝，嘛无想要进步。但是失败的经验呢，嘛，互咱绑骹绑手，互咱毋敢到上帝面前。但是保罗甲耶稣拢劝勉咱，爱过一种无骄傲，但是嘛无自卑的生活。耶稣讲：既若手欢礼马来看后面的，无合伫上帝国。毋通看后面，爱看头前。保罗安怎讲？已经有最干净的到遐济，亲像魂为咱。就着放下逐号的重担，甲快填盘咱的罪，用吞忍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。过去安怎无要紧，伊已经有真侪人见证人，因亲像云彩围伫咱，互咱看见。所以每一日，咱来到上帝面前，将过去的失败、过去的成功，拢交伫咱的祈祷内面，交伫伊的手里。然后，咱恳求上帝赏赐予咱有一个新的明仔载。第二，咱就是专心第一头前的事。我想咱若有最近有看亚运的人，一定有一个非常有感的一个画面。
就是今年的滑轮溜冰竞赛非常的精彩。这韩国队就是即个野手一个，韩国队伊原本讲哇，我要赢，所以因提早做出庆祝的动作。但是台湾队最后一棒的黄玉玲，伊无因为安尼放弃，伊将伊的脚伸长，竟然比韩国的选手早0.01秒压到迄个终点线，逆转得胜。所以最后有人采访即个黄玉玲，伊讲教练一直提醒因爱冷静，所以当伊意识到韩国的选手放松在庆祝的时，伊想就剩短短10公尺，我搁安怎拼嘛是迄10公尺。伊想拢无想，伊的脚就伸长做迄个压线的动作。迄当时伊嘛毋知影伊赢韩国啊，但是当迄个荧幕一出来，竟然是0.01秒之差。记忆头前的事，才会当专心，才袂互其他的代志吸引。因这个世界充满太侪引诱，有时阵互咱来停落来，有时阵咱会受这吸引来行离开上帝。最后，亲像运动员在走，咱嘛爱走着目标，走着迄个方向。一个人搁走偌紧，伊行毋着方向，嘛无法度得到即个终点的冠军。同款做一个基督徒，咱就爱知影努力的方向是伫倒位。这个方向毋是靠咱的行为来得到，因为咱是信耶稣，所以咱毋是靠行为来互上帝称作义。但是当咱的心对准耶稣的心，耶稣就会引带咱行头前的方向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只有一摆，咱的人生嘛非常的短暂，并且充满无确定。但是咱既然互国外耶稣来救赎，咱拢坐伫遮，咱就一定爱改变咱的性命。但是咱敢愿意放手，互耶稣成做咱性命第一好咧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你用保罗的一生的改变，你用世界上真侪人因性命的改变，互阮看见，当阮若得到你，阮嘛会当得到迄个第一好。主恳求你帮助，互阮无因为即个世界所有的试探引诱所迷惑，互阮知耶稣基督，你才是阮的目标，互阮会当愿意来跑走即个头前的路。阮恳求你赏赐互阮气力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